無負一健康，3分鐘話你知真相。好多香港人都有濕疹嘅問題，痕到瞓唔到，拗得多又拗到流晒血，真係好痛苦。好多時搽藥膏效用都係只係得一陣，過2日又會復發。咁今日我哋就會講下4個方向，可以幫你由內到外改善濕疹體質。第一招就係皮膚護理。濕疹最直接嘅問題就係皮膚屏障受損。太頻繁咁沖涼或者用太熱嘅水沖涼都會令皮膚越洗越乾，建議用溫水沖涼，唔好用太熱嘅水。另外喺濕疹爆發期間2日先至好用一次沐浴露或者番梘，仲要係用敏感皮膚專用嘅款。同埋沖完涼5分鐘內最好即刻搽潤膚霜，最好係濕疹專用嘅潤膚霜。另外有啲人話非洲黑梘可以舒緩痕癢，而佢的確係比一般嘅番梘溫和，但係最好都唔好日日用。另外就係避免使用柔順劑或者乾衣紙，因為柔順劑會殘留喺衣物上面，刺激濕疹爆發。同埋應該要着多啲棉質嘅衫褲，等有濕疹嘅地方可以充分透氣。如果手有濕疹嘅話，就少用酒精搓手液，可以轉用溫和嘅銀離子噴霧再保濕。第二個方向就係飲食戒口。濕疹其實係一種發炎反應，所以飲食係關鍵，要戒糖、白麵包、小麥、麩質。呢啲食物會刺激胰島素同埋發炎反應，令皮膚更痕更腫。同埋要記住，碳水就等於糖分，飯同埋麵粉都要減。另外有研究提到，有啲人就算已經低糖低碳飲食，都仲會爆濕疹。原來係同一種植物成分水楊酸鹽有關。番茄、莓果、香料、蜜糖都含有高嘅水楊酸鹽，可以試下短期減少攝取呢類嘅食物，睇下有冇改善。第三就係增強免疫力。近年好多人確診濕疹後惡化，最大嘅原因就係缺乏維他命 D。維他命 D 可以幫助免疫調節，減少皮膚過敏反應。我建議補充維他命 D 每日1000至2000個 IU。如果長期補充，記得配合維他命 K2 同埋鎂，防止鈣沉澱。仲有一樣好嘅幫手就係魚油 Omega 3。研究指出 EPA、DHA 可以減少皮膚發炎同埋改善皮膚屏障功能。天然來源可以係三文魚、亞麻籽油或者鱈魚肝油。第四招就係改善腸道健康。濕疹好多時都唔止係皮膚嘅問題，好大可能同你腸道有關。有啲人腸道通透性太高，俗稱腸漏。食物殘渣、毒素滲入血液，引起免疫過敏反應，皮膚就會出事。要修復腸道，首先要補充益生菌，再配合牛初乳幫益菌黐住腸道，再加上谷氨酸修復腸道黏膜。一般持續90到120日先至會穩定，但要小心有腎病、乳糖不耐症或者免疫疾病嘅人要先問過醫生。所以如果想改善濕疹，係需要內外夾攻，做好皮膚護理、飲食戒口、增強免疫力同埋修復腸道。咁你自己試過邊種方法去改善濕疹呢？可以留言話我知。今集講到呢度，如果中意嘅記得訂閱，我哋下次見。本頻道分享嘅係健康資訊，唔係醫生開嘅藥方。如果身體有咩唔舒服，記得揾專業嘅醫生傾下。